南投县的信义甲水里出梅啊，农会常常互不少的业者偷用相片卖梅啊，农会是来呼吁唔通互骗去。 最近，伫社群网站出现不少业者偷用水里乡农会用过排单的相片来卖册梅，农会真烦恼讲消费者买到来路不明的产品。是盗用信义乡前总干事黄智慧总干事的肖像。那最近这2天，我们发现是盗用我们农会以前推广部主任张秋满主任的相片啊，对我们年代影响就是，他看到的是相信我们水里乡农会的产品，但是他买到的却不是水里乡农会的产品。 南投县要进入青梅的采收期，不过册梅的制作需要放一段时间了，才会当正式提出来卖。所以讲，农会呼吁消费者爱认明品牌甲产品的来源。我们有正确的官网，从那边去购买，而不要去找那种盗用的人来购买，因为他的东西生产加工整个过程不知道好或坏，但是最后影响是我们的商誉啊。 农会呼吁消费者爱认明商标，才会当食到在地生产、好食佮健康的册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